伤人未遂，法律还是能处理你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小姐，我点的这位美容师为我服务。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就这样对待 VIP 客人的 ？VIP 的话也得分级别吧？哼，我今天加钱，我出2倍的价钱。啊，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副卡，让我随便刷。2倍啊，还真是吓死我！你这张脸不怎么值钱吧？我出3倍、4倍、5倍、 6倍。好，你给这位小姐服务吧。哼，一个美容师你都跟我抢，你没来过美容店？一个结了婚有老婆孩子的男人你也抢，没见过男人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你是顾家强的女儿？没错，我是顾西西。哼，你就是顾西西呀？也没看出来多好看呀，尹思辰怎么会看上你呢？哼，你也别得意啊，再过几年等你人老珠黄了，不一样也是被甩的命吗？对不起，许小姐，您这张卡用不了。怎么可能？您今天消费一共158300元，你再去试试。好，当然用不了。这张卡上写的是我顾西西的名字，我已经去银行挂失了。今天所有的费用可能都得你自己出了，徐小姐。顾西西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就是故意的，不然我有什么闲心跑来这儿跟你偶遇？徐倩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勾搭已婚男人。你一口一个老公，你叫着你害不害臊啊？那都是你爸故意的，自愿的。是，我爸确实有问题，你就没问题了吗？快50岁的人了，在网上写自己30岁，骗婚骗财，你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徐小姐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伤人未遂，法律还是能处理你。哼，没事吧？还不知道顾西西是什么货色吧？就是个没身材、没长相的野丫头，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才嫁给你。你真该好好调查调查她，说不定你俩结婚都是她设计好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的婚姻确实是被设计的。我一见到顾西西，就被她所吸引。我处心积虑的设计，就是为了让她掉进我的圈套。于是我猛烈的追求她，她不得已才嫁给了我。原来这女的是小三啊！这女的原来是小三啊！你看，小三小吧，是不是看不出来啊？哎，这遭天谴的好不啦？许倩，我警告你，你今天受到的所有屈辱和难堪，都抵不上我妈受的委屈的1/1000。飞扬，这边交给你了。念，不然去派出所。悔过书。本人徐倩，女，49岁，籍贯江北省太平区，离过9次婚，交往过20个男朋友。本人打着结婚的旗号骗财骗色，迫害家庭，法理难容，我罪不可赦。哎，我求求你别把我送去派出所，我求求你了。念10000遍，辛苦了。